大乡亲继续要来看这个台湾的棒球队摕到世界冠军，伫25号迄暝登来到桃园机场。这个机场的免税店彩明的董事长甲员工穿这个黄色衫，共冷气中抢位翕相，互讲是黄金之乱。国安局讲，当天是体育署甲副总统办公室同意放行的。虽然有同意互因翕相，但是想袂到因会冷去第一排。国安局讲会来检讨。过两阵是个招标比赛，彩明免税店的董事长本地应该乖乖啊徛伫后壁加油区，所带一个干部冲对头前，愿将总教练客对后壁，穿显目的衫徛伫正中央，佮甲副总统萧美琴惊喜。害得庆红自己讲，奈拢无出来动。那是谁同意的嘛？我问的问题是主办单位跟总统办公室，所以体育署跟副总统办公室都同意让这一群黄衣服的人在旁边一起拍照，是这样吗？同意他们进来拍照，但是他们我们可以从影片看到，他们是从后面一直窜到前面。国安局新政讲，爱检讨敌庆的期卡。同机场也决定甲彩明处罚。那目前我们会采取最高额度的裁罚，也就是100万的裁罚。那后续针对他们合约的部分，当然未来如果有续约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必然会因为这件事情被记点。罚款减记点，因为当时投机公司有规定彩明加油加环境的区域。严格彩明所无经过人的同意，就讲冲对上头前。是讲即摆一个互发现，当天接机的画面中，嘛有新兴昌免税店的员工伫现场举牌啊。对这件代志，新兴昌回应讲，徛伫遐有符合规定。桃园机场是表示讲，这等来了解。毕竟台湾英雄一等的台湾所看到乱糟糟的画面，实在是真闹气。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